每年嘅5月12號咧就係國際護士節啦，喺呢度先祝願各位咧護士都節日快樂、身體健康嘅。咁亦都感謝你哋嘅努力啦，一直堅守崗位，用專業嘅精神啦，同埋細緻關懷嘅態度啦，去守護我哋居民嘅健康嘅。今年國際護士節嘅主題強調護士啦，對於無論社會經濟發展啦，同埋我哋改善我哋醫療系統嘅工作咧，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澳門截至2023年咧，我哋每1000個人口咧係有4.4名嘅護士。政府亦都講到咧，就係未來隨住我哋老齡社會啦，或者喺健康促進嘅工作方面咧嘅需求增加啦，我哋嘅護士人手咧亦都需要去增加嘅。其實我哋而家嘅護士，無論佢喺公營醫療啦、社區嘅醫療啦，或者係做疾病預防方面咧，工作壓力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加上老齡社會咧嘅一啲醫護嘅需求啦，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咧當然要關心啦，亦都希望政府咧更加支持我哋前線護理人員嘅工作啦，舒緩佢哋嘅工作壓力，亦都要合理咁樣加大資源咧，去體現翻咧對醫護人員嘅嗰個人手嘅配置嘅，檢視翻護士人手佢哋方面嘅一啲薪酬待遇啦，或者係工作上遇到嘅情況嘅。近年咧都有好多年輕嘅學生反映咧，佢哋揾嘢做係難咗啦。咁我哋咧會覺得未來其實我哋喺成個社會嘅發展嘅過程入邊咧，對於護理嘅人手，包括無論係一啲醫療機構啊，或者外展服務咧，其實都有需要咧係增加呢方面嘅人力資源嘅。咁所以咧亦都希望政府咧更加重視我哋醫療人手嘅一個培養啦，同埋合理嘅配置嘅。近年咧政府都強調咧要強化我哋社區嘅醫療健康服務嘅，咁所以護理人員咧喺呢度嘅角色更加重要，亦都可以咧為我哋嘅居民咧提供適切嘅護理服務啦，減輕照顧者嘅壓力。咁希望政府咧繼續加強支持佢哋嘅工作。